人权观察呼吁欧盟暂停遣返中国突厥语系穆斯林。人权观察12月3日致函欧盟外交和内政部长，呼吁欧盟对新疆的人权危机保持最高警惕，要求欧盟各国在对突厥语系穆斯林返回中国后遭虐待的危险进行充分公正个别评估之前，不要遣返他们。人权观察欧盟部主任罗特莱克特表示，目前部分欧盟国家已暂停遣返突厥语系穆斯林，这个做法应该成为欧盟的一致立场，直到中国停止在新疆的普遍镇压。吉尔吉斯斯坦议员的兄弟在东突厥斯坦被捕。作为中国针对东突厥斯坦学者的打压政策的一部，近日被中国警察逮捕的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艾斯卡尔尤努斯，据称是吉尔吉斯斯坦议员成员阿迪利居卢斯的亲兄弟。据欧亚网称，亲中国的居卢斯不愿意为弟弟发声，因为比什凯克倾向于中国提供便利的氢弹和技术援助。英国可能举行第2次退欧公投。英国下议院就首相特蕾莎梅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展开5天讨论，并于下周2进行历史性投票。新公投的倡导者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超过100万签名的请愿书。与此同时，欧洲法院总检察长表示，英国可以单方面撤销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程序。亲欧人士认为，这为英国举行第2次公投铺路，最终阻止英国退出欧盟。日本拟放弃在土耳其的核电站建设项目。日本政府和三菱重工等官民联盟计划放弃土耳其的核电站建设项目，目前已启动最终协调，建设费膨胀至当初设想的近2倍，与土耳其方面在条件方面无法达成妥协。关于核电站新建，日本和土耳其2国政府达成协议，以三菱重工为中心的日法企业联盟原计划在黑海沿岸的奇诺铺建设4个核电机组，当初力争2017年开工建设，2023年1号机组投入运行，但项目一直未得到推进。为终止骚乱抗议，法国暂停调税计划。法国燃油税上调计划引发骚乱后，政府宣布暂延6个月执行。法国总理在电视讲话中呼吁结束暴力抗议。他说，没有什么税值得去破坏国家团结。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周2宣布，计划从明年1月1日开始的燃油税上调计划暂缓执行。他通过电视讲话宣布这一决定，意在终止由此引发的黄背心抗议活动。